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一句话讲，好乐平洋必欠起，会当讲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卖当比如做去清楚的所在，高人卖互戆人欺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起，它可以起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释讲，起就是互人看轻的意思，互人吃亏，咱讲是欺负。嘛有隐瞒、瞒骗的意思，咱讲是欺瞒。另外，咱新闻嘛常常报道，变成集团用话术甲人骗钱，甲人诈欺，犯到诈欺罪，甲人欺骗。另外，还有诈骗人的财产、侵占人的财产，古早讲是欺占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欺贫重富，意思是看善正人无起，敬重好业人，也就是看悬无看低。第二个词读做进庙欺神，嘛有人读做群庙欺神。字面的意思是讲住伫庙附近，对庙内神明较无遮尔啊尊重，颠倒是较注重较远的神明，比如做对身躯边的人较无要义，较无重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庄头这个田桥啊，个性真怪奇，欺贫重富，无啥和一般人交叉。另外，搁在进庙欺神，进个庙唔拜，走去到别个庄头来拜神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起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